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多个城市倡导慈悲理念；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鲁洛腊他国际比丘培训中心；第14次流亡藏人宗教大会在达兰萨拉召开。司政洛桑桑格在华盛顿会晤中国民运人士。西藏10许多名藏人因抗议中共而遭捕。西藏阿坝藏人青年自焚抗议中共高压政策后身亡。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尼泊尔政府保护其境内藏人的人权与自由。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11月21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在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举办的印度前副总理萨尔瓦帕利拉德哈克西里博士逝世24周年纪念活动，并在活动上发表普世论理为主题的演讲。达赖喇嘛尊者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首先提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根性，因此倡导大家透过不断培养，使其茁壮成长，而非仅注重以物质追求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导致这一善良根性在成长过程中被遗忘或埋没。尊者在介绍宗教和谐的重要性时表示，论理是所有主流宗教都在强调的要点，只是大家使用的教法方法不同，而其中古印度文明对情绪的培息，而对非暴力与慈悲的倡议，都能够帮助解决当今世界上的种种问题。在结束新德里的一系列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印南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城奥兰加巴德市，出席在该市举行的2019年全球佛教大会，并于11月23号同来自1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300多名佛教僧侣及学者进行交流讨论。11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因该邦二圣地国际比丘培训中心的祈请，在当地体育馆内向5万多名信众开示由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等妙法。尊者在法会上缅怀了被誉为印度宪法之父的安培德卡博士，赞其为佛教的复兴付出巨大贡献。尊者指现场聚集的印度佛教徒大多数是受安培德卡博士的影响才重拾祖辈信仰。尊者还进一步鼓励与会信众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并指出，如果仅满足于信仰，那么佛教教法的延续就会出现问题。如果选择透过学习来理解佛法，以此为基础升起信仰，佛陀教法便能够再延续数个世纪。此外，由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主办的第14次流亡藏人宗教大会，于11月27号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大夏会议厅顺利召开。藏传佛教4大教派和拥珠本教的领袖和代表等出席大会。本次大会将重点邀请各宗教领袖和高僧大德，广泛讨论藏传佛教转世制度的重要意义，特别是认证达赖喇嘛尊者转世等方面的决策与面临的挑战等。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在致辞时强调，无神论的中共当局无权干涉及参与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尤其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司政指出，根据第3次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认证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之所有权利只有尊者本人以及达赖喇嘛甘丹破章基金会董事会拥有。中国政府通过其所谓的第5号令干涉达赖喇嘛尊者转世而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被视为非法和无效。司政洛桑桑格进一步指出，
中国政府不仅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而且还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威胁印度不要干涉下一世达赖喇嘛选任过程。司政强调，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极端敌视已不再为我们所接受。同样，我们强烈反对中国政府任何干涉转世问题的行为。如果中国继续干涉西藏的转世制度，西藏人民将坚定地反击和保卫。据了解，此次有来自藏传佛教格鲁、萨迦、宁玛、噶举、雍中及觉南派的领袖和代表，各寺院主持和仁波切，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民主三大支柱的领导人等，共计117人出席本次大会。在本次大会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全体代表通过3项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特别决议，决议如下。一、历代达赖喇嘛与西藏人民间如同手与身、形与影的关系根本无法割舍，特别是雪域西藏人民在此艰难时刻，西藏人民由衷地希望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制度将永远延续下去，因此将祈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转世。二、认证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之所有权利只有尊者本人拥有。除此之外，任何国家政府、团体组织、个人都没有认证尊者转世之权利。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政治目的而认证或指定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灵统，西藏人民将不会承认和尊重该灵统。三、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认证方面，将沿用符合佛教的基本哲学和思想理论，以及具有800多年悠久历史且与众不同的藏传佛教转世认证方面而进行认证。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于11月20号出席驻北美办事处举办的藏汉交流会上，与居住在北美的中国知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中国民运人士魏金生先生和杨建立博士等30多名来自中国民运界的人士进行了一场交流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藏汉交流会议上致辞时，介绍了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和各民族的处境，强调在中共的镇压政策情况具有挑战性的同时，也是改变的机会。司政还谈到了中国政府发布的所谓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第5号令，强调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透过各种手段对藏传佛教转世制度采取的控制措施，并不断摧毁佛学院和宗教场所。司政罗桑桑格最后还呼吁与会各界华人与西藏站在一起，恢复所有被中共政治压迫人士的自由。此外，西藏扎曲卡现四川省甘孜州石曲县温波乡的6名僧人和2名青年，因高呼“西藏自由”等口号和散发“西藏独立”的传单，表达对中共高压政策的不满，于11月7号被中共当局拘捕。11月7号，石曲县政府机关内发现大量写有“西藏独立”的手写传单。当天晚上，地方当局从石曲县温波镇的甘丹喜珠林寺逮捕了4名僧人，他们分别是20岁的公瑟和18岁左右的扎美、索塔和次晨，以及该市经师谢江。佛学老师谢江在被关押11天后，于11月18号释放，而上述4名僧人仍在关押中。11月18号下午，中共军警又从甘丹喜珠林寺逮捕了15岁的僧人倪美。据报道，倪美遭捕的原因为他于11月7号在网络上发表对抗议活动的支持和对中共治藏政策的不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周四11月21号，石曲县温波乡藏人云丹和拉杰在当地派出所前进行示威，高呼“西藏要独立，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我们要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等口号，随即被警察残酷毒打后带走。随后，大批军警抵达温波乡，分别部署在各主要街道进行严控。
另有为数不少的便衣警察以各种假身份分散在县城乡村，监视藏人的一举一动。与此同时，据印度达兰萨拉的噶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发布的消息，西藏阿坝玛尔玛乡境内一名叫云丹的24岁藏人青年，于11月2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左右，在玛尔玛乡境内自焚抗议中共当局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当场身亡。据悉，自焚藏人云丹是西藏阿坝玛尔玛乡人士，现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玛尔玛乡。父亲名叫索多，母亲名叫次阔杰。小时在阿坝噶尔登寺出家，但因不明原因还俗，随后一直在当地以畜牧为生。据消息人士介绍，阿坝由于是西藏境内发生自焚抗议事件最多的地区，因而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中共军警随时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自焚或抗议地点。目前，由于当地的通讯和互联网受到限制，目前尚不清楚自焚藏人的遗体是否已交还给家属，以及该地区在自焚事件后管控措施是否升级等详细情况。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国会议员吉姆·麦戈文与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等6名国会议员，于11月8号联合致函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驻美国大使，敦促尼泊尔政府保护其流亡藏人的自由与权利。上述国会议员在信函中对今年9月份从中国入境尼泊尔的6名藏人被驱逐回中国的事件表达严重关切，同时强调尼泊尔违反了不驱逐西藏难民的承诺。信函中还对今年10月份习近平访问尼泊尔时，尼泊尔当局在各藏人定居点部署5000多名军警，严密监控藏人的一举一动的行为，以及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引渡协议的前景表达关切，并强调尼泊尔当局日益限制流亡藏人集会自由等权利，同时呼吁提高流亡藏人无国籍的地位。上述国会议员还进一步敦促尼泊尔停止驱逐藏人，不对流亡藏人进行预防性的拘留，登记所有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难民，确保根据尼泊尔作为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社会的国际义务和道德准则，充分保护流亡藏人的各项权利。各位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消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